好，咁啊，請阿馬同學咧唔使離開現場，因為我哋馬上就要進入季軍賽。季軍賽，請兩位參賽者準備好。我哋嘅賽制都一樣嘅，2輪30秒。唔係，我叫佢幫我捉住條人，會唔會咧？我要追人，就冇咁多嘢。好，咁我哋馬上開始啦，唔好俾佢停啦。第一位出賽嘅參賽者廖文峰 ，Are you ready？ 零頭嘅 ，OK， 唔緊要，我會等到你 ready， 我就會撳㗎啦。音樂可唔可以大聲啲？好，預備3、2、1，30秒。10秒。4、3、2、1，Thank you。馬家興到你啦 ，Ready， 3、2、1，開始。10秒。4、3、2、1，Thank you。第2輪，馬家興，開始。10秒。4、3、2、1，俾啲掌聲佢。Are you ready？ 開始。10秒。4、3、2、1，俾啲掌聲佢。好，兩位參賽者非常精彩表演，馬上跳到台前，評判相信應該準備好㗎啦。好，跟住我哋3、2、1就會選出今日嘅季軍，預備3、2、1，工作人員，季軍。